Hello，大家好啊！歡迎大家收睇翻國內手機代購。咁以下今日為大家介紹翻呢部手機啦，就係嚟自日版嘅 LG22，即係日水嘅 LG G2 嘅。咁其實呢部 LG 嘅 G2 日水版本嘅話啦，咁其實喺日本方面啦，已經推咗一段時間㗎啦。咁而且嚟到香港嘅話啦，都其實賣咗一段時間嘅。咁但係點解我哋今日先會為大家介紹翻呢？咁最主要樣嘢就係啦，咁其實過往嘅呢部機嘅話啦，咁其實唔支援香港嘅 4G 嘅。咁但係經過一番破解之後嘅話啦，咁呢部 LG 嘅22啦，咁其實就可以支援翻香港 4G， 而且就能夠穩定咁使用翻嘅。咁所以今日為大家介紹翻呢部手機啦。咁隨同大家講翻啦，呢部日水嘅 LG 嘅 G2 啦，咁其實個 spec 先嘅，咁個規格上面啦，同翻香港嘅版本甚至乎韓國版本嘅硬件啦，大致上一樣噶啦。咁首先啦，佢會用翻5.2寸嘅 Full HD IPS 屏幕啦，咁屏幕解像度方面佢有翻1920×1080嘅。咁另外 Android 方面啦，暫時會用翻 Android 嘅4.2.2嘅。咁而 CPU 方面啦，就會用翻高通嘅 S88 CPU 啦，咁而速度方面啦，會有翻40芯嘅2.2 GHz 嘅。RAM 方面會有翻2GB啦 ，ROM 會有翻32GB ROM 嘅。咁呢部機嘅話啦 ，LG22啦，咁其實佢同韓版一樣啦，係支援翻外置記憶卡嘅，咁最高支援翻64GB嘅。前置會有翻200萬像素鏡頭啦，後置亦都有翻1300萬像素鏡頭嘅。咁另外值得留意一點啦，咁呢部 LG22嘅話啦，佢係唔支援換電嘅，咁同翻香港嘅一樣啦。咁就個電池容量方面會有翻2500嘅。咁但係就另外一點要留意嘅就係啦，咁佢呢部機嘅話啦，本身會有防水嘅，係啦。咁另外就佢呢部機啱啱講過啦，佢支援翻香港 4G， 咁但係同韓版會有少少唔同嘅，佢只支援翻1800頻嘅啫，就冇2600頻嘅。咁變相嚟講係一啲單頻嘅 4G 手機嚟嘅，咁所以買嘅客戶都要留意翻呢一點啦。咁另外留意翻呢部 LG22個外觀先啦，咁其實就同翻平時大家買嘅港版甚至乎韓版啦，會有少少唔同嘅。第一樣嘢就係啦，咁其實就喺呢個就咁睇嘅話啦，其實就同翻韓版啊，又或者可能港版嘅話，其實就分別就唔太大。咁但係當大家擰轉後邊嘅話啦，就見到咁其實慣常有嘅 Power 加減啊，同埋音量鍵嗰啲啦，全部會改翻喺側邊嘅設計嘅。咁基本方面啦，會有個閃光燈同埋1300萬像素鏡頭啦。咁另外喇叭啦，咁左邊方面啦會有翻音量加減嘅，右邊就會有翻個 Power 鍵啦。咁底部方面啦，會有翻個 Micro USB 同埋3.5mm 嘅耳機頭嘅。咁頂部方面啦，就會有翻個外置記憶卡，即係最高支援翻64GB嘅。咁另外呢部機嘅話啦，係支援翻防水嘅，咁大家可以開個背蓋俾大家睇睇啦。等陣先啊，咁其實就呢部機個外觀都比較特別嘅，因為就慣常大家平時用開嘅 LG 版嘅機啦，就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就 G2 嘅話，大家玩熟嘅話啦，都係喺個機背個開關掣嘅啫。咁呢部機就唔同嘅，係啦。咁大家可以見到啦，電池方面就唔可以換㗎啦。咁另外 SIM 卡就喺呢個位嘅。咁另外都留意翻一樣嘢啦，就係呢部入水嘅 LG22啦。咁其實跟機配件會有少少特別嘅。咁跟機方面啦，咁其實除咗部手機之外啦，其實就有個說明書嘅，咁同埋會有個耳機係啦。咁但係就大家用緊嘅平時可能最基本嘅火牛啊、數據線嘅話啦，呢部機都唔會跟㗎啦，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呢一點啦。咁當然啦，其實就 Android 機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就都係USB 個 Micro USB 嘅啫。咁大家可以用翻你平時用緊嘅 Android 機嘅話，做插翻或者個數據都可以嘅。咁但係就呢部機本身就唔會有跟㗎啦，所以值得留意一點啦。咁就至於呢部 LG 嘅22啦，咁其實玩法上啦，同翻你平時用開嘅 LG G2 差唔多嘅啫。咁個界面上都係一樣嘅啫。其實整體上操作都差唔多。咁另外一點啦，好多客戶會關心翻嘅就係本身呢部機會唔會好似韓版咁會支援翻繁體咧？咁其實跟機界面上啦，佢都會有繁體中文嘅啦。咁變相嚟講就唔需要擔心話要點樣插 ROM 改 ROM。咁但係就如果玩開日水機嘅朋友都知道啦，其實日水機相對上會比較麻煩啲嘅。咁點解咧？就係本身佢自己會有 SIM lock 係啦。咁所以而家我哋買呢部機嘅客戶啦，我哋會幫大家解鎖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就唔能夠喺香港使用㗎啦。咁另外就本身佢個原裝 ROM 嘅話啦，留意翻啦，佢個4G 方面咧就唔能夠接收電話嘅。咁所以經過我哋改版之後嘅話啦，咁我哋而家留意翻啦，就會用翻一個穩定啲嘅可以4G、3G 自動跳嘅版本嚟嘅。咁但係就改完版之後嘅話，留意翻啦，暫時就唔能夠經翻官方升級㗎啦。所以大家買嘅客戶都要留意翻一點嘅。咁當然啦，你話可能相對上佢就未必會有韓水機，即係大家可能咁吸引啦，即係可能要改嚟改去嘅麻煩啦。咁但係就佢另一點會優點就係啦，佢嘅價錢非常之抵玩嘅。
因為韓版個價錢方面啦，暫時都仲要3000幾，咁但係呢部 LG 日水啊 LG22嘅話啦，售價只係2000頭左右嘅啫。咁但係整體上其實就大家除咗係冇得換電之外啊，其實大致上同翻韓版差唔多嘅啫。咁就唯獨個頻方面啦，佢係只支援翻1100嘅4G 嘅啫。咁但係就你話以翻呢個咁嘅價錢嚟計嘅話啦，其實就真係非常之抵玩嘅，因為就你話2000頭你買咗啲咩手機啊，仲要買一部 LG 嘅 G2，咁其實真係超值㗎啦。咁啊當然啦，如果你話玩日水機嘅話，係會有少少麻煩啲㗎啦，因為又要破解呢樣嘢，又要破解嗰樣嘢。咁但係當然啦，大家喺我哋買嘅客戶都可以放心啦。咁我哋全部都會幫大家處理翻晒嘅。咁至於操作上啦，其實就唔同大家多介紹啦，因為都係同翻普通嘅 LG G2 差唔多嘅啫。咁相機方面都有1300萬啊，有翻光學防震嘅功能啦。咁其實基本上平時用開 G2 嘅嘢，呢部機都會有嘅。咁其實只不過就日本版嘅 G2 嘅啫。咁就另外一點就最特別嘅話啦，其實呢部 LG22嘅話啦，除咗一般可能慣常大家用嘅黑白色嘅話啦，佢另外就會有深藍色同埋就一個叫做薄荷綠嘅。咁薄荷綠嘅色就類似可能而家見到個下一步個色啦。咁另外有一個叫做深藍色嘅，咁同埋就除咗黑白之外啦，都會比較多色嘅選擇嘅。咁如果玩慣日水機嘅朋友，我諗相信就唔會陌生㗎啦，因為日水機嘅話其實個顏色都比較鮮豔啲嘅。咁當然啦，你話整體上嘅話，其實呢部機個性能啊效果其實同翻普通嘅 G2 差唔多。咁但係就最近都會好受客戶歡迎，就係因為個價錢非常之抵玩嘅。咁就美中不足嘅話啦，就係本身佢自己呢部機嘅話就係比較多麻煩，就係可能要 SIM lock 啦，同埋只係支援翻單頻嘅，咁同埋就冇得換電嘅。咁但係你問我以翻呢個售價嚟講，就絕對抵玩㗎啦。同埋就如果你話唔想用翻韓版 G2 同埋港版 G2 嘅話啦，呢一個都係唔錯選擇嘅，因為有啲客戶啊都會話啦。其實有時個 power 鍵啊、音量加減喺機背咧就唔係咁方便嘅，因為佢哋用慣咗都係喺側邊嘅。咁如果呢部日水嘅 LG22嘅話，就可以幫翻呢啲客戶噶啦。咁其實呢部機已經喺我哋國內手機台有售噶啦。咁有需要嘅客戶啦，都歡迎你翻嚟呢邊國內手機台查詢翻啦，多謝翻大家支持嘅。